各位同學，今日我打算介紹呢，就係考牌路線嘅第一線。我哋嘅考牌車呢，喺正門出右轉山下路，我哋一定喺門口停低，觀察下山下路左右兩邊嘅交通情況，安全嘅時間呢，先可以駛出㗎。出咗大路之後呢，我哋嘅視線呢，一定要望遠啲啦。我哋可以睇到前面呢，有一組臨時嘅交通燈號管制嘅燈位。留意呢，燈號呢可以隨時改變噶。如果燈號綠色嘅話呢，我哋就可以繼續直去噶啦。多啲留意下路面兩邊呢，設有好多臨時嘅交通設施嘅。前啲右邊呢，有一個比較隱蔽嘅路口，經過嘅時間呢，要小心呢，有冇車出入啦。過咗燈之後呢，就係一條大直路，但係我哋都要多啲留意下自己個駕駛鏡啊，兩邊個側鏡啊，兩邊個盲區啊，多啲留意下路面個交通環境啊，睇下點樣啦。前啲呢，有一個轉右嘅路口，我哋將會右轉公園南路。轉彎之時呢，多啲留意下自己嘅右邊鏡啊，右邊盲區啊，自己嘅轉彎位置啊，觀察下路面個交通情況。前面呢，有一個 T 字形嘅路口，我哋將會左轉入公園北路。轉彎嘅時間呢，多啲留意下自己嘅左邊盲區啊，左邊個鏡啊，多啲留意下自己個轉彎位置啊，等等。轉彎之後呢，路面兩邊呢可能會有車停泊噶，多啲留意下路面嘅交通情況。將會睇到呢，前面係一條比較長嘅右彎路，所以我哋轉咗彎之後呢，都要多啲留意下路面嗰個交通情況。視線呢都要更加望遠啲啦。路面兩邊呢都會有好多死車停泊喺度噶，並且要留意下會有行人呢走過馬路。多啲利用自己個駕駛鏡嚟觀察下路面個交通情況啦。我哋將會見到呢，左邊呢都會有好多大型嘅車輛停喺度噶。當我哋爬頭嘅時間呢，都要留意下前面個交通環境係咪安全，先至可以駛出去噶。多留意下路面個交通情況啦。面右邊呢有一個巴士站，要留意下有冇乘客呢喺佢哋嘅前邊或者後邊呢橫過馬路。再前啲呢有一個 T 字形嘅路口，我哋會喺路口呢右轉公園南路。我哋必須呢喺路口呢觀察下兩邊嘅交通情況。如果許可嘅話呢，我哋先可以駛出噶。當我哋轉彎嘅時間呢，我哋多啲留意下自己嘅轉彎位置，同埋呢係嗰個行車位置噶。前面呢係一個有交通燈號管制嘅路口，留意啦，燈號呢隨時可以改變噶。咁我哋將會咧喺路口咧左轉入欖口村路。轉咗彎之後咧，有行人過路線嘅，小心行人。前面呢有兩個迴旋處，我哋將會經過第一個迴旋處呢係直駛噶。入咗迴旋處之後呢，多啲留意下左邊個交通情況啦。離開迴旋處之後呢，交通環境可能會係比較複雜噶。
嗱，路面兩邊呢都泊有好多死車，所以我哋要特別留意下嗰個交通環境啦。特別要留意下自己個駕駛鏡啊，自己個盲區啊，自己個行車位置啊，前面個交通環境係點樣啊，都要特別小心啦。多啲留意下斑馬線上面嘅行人啦，並且要留意下路邊嘅交通標記同標誌啦，留意下其他車輛嘅動向，作出適當嘅反應。嗱，我哋會喺前面迴旋處呢係掉頭噶，掉咗頭之後呢，將會返欖口村路噶。咁離開迴旋處之後呢，交通環境呢亦都比較複雜噶。留意下兩邊死車嘅動向啦，要留意下斑馬線附近嘅交通情況啊，多啲觀察有冇路人呢喺兩邊停泊嘅死車嘅盲區呢走出嚟馬路噶。嗱，前邊呢亦係一個迴旋處嚟噶，我哋會喺迴旋處右轉18鄉路，離開迴旋處之後呢，將會有一條交通燈號管制嘅過路線，多啲留意下行人嘅動向啦。前邊左邊呢有一個比較隱蔽嘅路口，所以我哋經過嘅時間呢要小心呢有冇車出入啦。嗱，多啲要留意下路面個交通環境啦。前邊呢有一個 T 字形嘅路口，我哋將會左轉元朗體育路。留意下啦，路中心呢亦畫有一個黃色格仔嘅交通標記，表示呢交通無阻先至可以駛入噶。多啲留意下自己個駕駛鏡同埋路面個交通環境。嗱，前邊呢有一個交通燈號管制嘅路口，我哋將會喺燈口呢左轉入馬田路，轉咗彎之後呢，發覺有好多停車場嘅出入口，所以小心有冇車出入啦。更要呢多啲留意下路面兩邊嘅交通情況啦。前邊呢右邊呢有一個路口，留意下睇下有冇車駛出啦。再行前少少呢有一個交通燈號管制嘅路口，留意下呢我哋會喺燈位呢直過進入呢個公園南路。前面呢有一個比較隱蔽嘅路口，同埋有一條呢行人過路線噶，小心有冇車輛駛出啦。前面呢係一條比較長嘅彎路，所以轉咗彎之後呢，我哋嘅視線呢一定要望遠少少啦，小心觀察下兩邊行人路上嘅行人嘅動向啦。亦都要多啲留意下路面嘅交通情況。我哋將會喺前面路口呢再左轉公園南路嘅。轉彎嘅時間呢，多啲留意下自己嘅轉彎位置同埋個行車位置。好，左轉公園南路，喺前面路口呢再左轉山下路。轉彎之前呢，多啲留意下路口嘅交通情況，安全情況之下呢先可以駛出噶。轉咗彎之後呢係一條大直路，但係呢我哋亦都要多啲留意下自己嘅駕駛鏡啊，兩邊盲區啊，前面路面嘅交通環境係點樣啊，多啲留意下啦。左邊行人路呢亦都要留意噶。
再行前少少呢，亦係有一個比較隱蔽嘅路口，所以我哋經過嘅時間呢，要小心呢，睇下有冇車輛呢係駛出㗎。再前少少呢，我哋會見到有一組臨時交通燈號管制嘅燈位，會見到路面呢畫有一個黃色格仔嘅交通標記，交通無阻先至可以駛出。都要特別留意下路面兩邊呢設有好多臨時嘅交通設施，所以要特別小心啦。亦都可能會有改道行駛嘅情況出現㗎。好，我哋將會喺前面左轉返入駕駛學院。好，咁就介紹完考試路線嘅第一線啦。多謝各位。